的新闻，祝各位姐姐大哥大家晚安。或者即种的可能，较无法度去，但是互我感觉是讲，即种虽然伊甲你讲利息利息，但是即个利息利息，咱真几种拢有讲迄个自偿规偿嘛吼，但是即种佫更加会甲咱讲，咱爱利息利息。当然，咱拄仔咱听李老师讲诶，即个息毋是迄个一般咱所看诶形形色色嘛。哦，即个息就是讲包括咱，甲咱讲到着咱迄个发薪啊嘛。啊，迄个发薪本底是咱拢附足，但是无看到诶，咱无法度去看到。啊，所以伊即种嘛是会搁甲咱加强讲，咱来破息，破迄个息就对啦。哦，迄个息是迄个发生虽然咱拢迄个记住，但是咱拢搁伫个执着伫迄个色身，咱想讲拢以即个色心，但是伊即种搁甲咱讲，不可以固着色心见，迄个见当然就是咧甲咱讲，属于较深见啊，以心咧看，所以嘛是会当讲有哪讲咱袂使用迄个，当然迄个用心见迄个，只是咱的妄心咧见离，毋是以真心咧见。啊，所以若以真心咧见的时阵，咱拢当然每一个拢附足着咱的三心嘛，三心就是咱的，拄仔电视讲法身、报身、千百亿化身嘛。所以咱咧拢既然拢有的时阵，为什么搁甲咱讲如来不应依色身见？当然有当时啊，咱人以即种也可以很难去入理的，就是讲，为什么讲既然讲有附足即个色心啊，但是咱要安怎？像伊若伊佛当时讲佛伫遐咧讲经说法时阵，咱要以啥物的心去见佛？啊，若以伊的定义的时阵，咱就毋知影要怎去见佛啦，就对啦。这是互我感觉，有当时啊，咱伫即个文字上，啊，搁听着点老师咧讲，是互我即段咧，有哪无法度有足大诶体会啊。感恩。因为咱都讲那个如来不应依色心见，这个色心见，就是讲以色心来见到如来发心。这个色心，因为伊中甲跳过两个苦咒，啊，其实伊这个当做这个苦咒，因为伊毋是讲你敢会当以色心，以色身如来的色身来看到迄个发心。这个部分就是讲这个物件，啊，所以伊讲可以讲，即话呢，如来说苦足色心，如来讲的苦足色心，圆满苦足色心，可以讲，如来说苦足色心，迄三地道场造成，啊，所以因为伊咧讲的，你会记一句话就是讲，凡所有相，其实报身，伊讲你得用着报身。甲用着化身来见到迄个清净的发生。哦，原来咧讲，因为虽然你今日有一个身相，有一个身相出来，你既然有一个身相，你脑底有一个身相，有一个招相，你迄个发生就走袂着。因为咧讲，因为迄个物件你若起心甲动念，你就拢袂着。啊，所以咱尽量伫文咧看文字，咱一直咧看文字，咱阿无通离开文字，咱阿无通离开文字。啊，所以因为伊虽然佛陀一直咧甲你讲，虽然是圆满报身，伊是一个圆满苦咒，
但是你会去这个圆满的报身，有一个圆满报身相，对不对？这个圆满报身相也是相的，但是圆满报身相基本上来讲起来，有一个圆满报身相无？其实它是圆满报，迄个圆满报身相是强名，变化身相嘛是一个强名，伊为着众生而发强名，甚至发身相嘛是一个强名。大家听哦，你的自信教，敢是叫做生命酒神如所，是你讲强名的，对不对？你的自信，你的灵魂嘛是强名的名，有免较解说？咱讲讲是灵魂啊，用着一个名叫灵魂啊，敢是安尼？而灵魂得来到你的身体了，讲我神如所，对不对？得个换一个名，好，那个神父会嘛使啊，哈，这种表象，凡所有相，因为拢活动见着如来发生，大家听。所以，因为伊的化作成这。如果说不做实心，迄种叫做苦足圆满报身相。如果做苦足相，这个话就叫圆满报身相。圆满报身相，敢会讲看到，敢会当用着圆满报身相去见到如来发生相。大家听。所以，这就是圆满报身相甲应化身相，迄种是一个相，敢会当用着这两种来看到如来发生相。基本上来讲，三心伊本来是一心的物件。哦，咱先讲的，基本上是心、三心如来是一心的物件，所以无离开这个一心的物件。但是基本上来讲，咱这种强名落来，三心的名拢强名落来，怎么样？拢总是强名落来，伊毋是真正，伊有这个名，但是你若执着这个名，有执，那安尼你就无法度达到清净。咱会记到你来有执无，有自我，有这个执无，我执一个什物件，执一个报身相，哦，报身，化身，这个执，要见着如来清净，清净的发生。但是这个清净发生，这个是谁的名？听有无？其实正是一个强名。啊，强名这是一个名，这是一个相。声、色嘛是相，声嘛是相，啥个相？伊是会当对名，对不对？但是伊会当对啊，啊袂当看。啥你讲者我听有啊？对着，无有一个相通看，啊伊是会当相，会当对，会当相，会当看。伊是会当袂当对，会当对，袂当看。你讲我听无？你听无？我因为看表，所以既然若会当对，拢总是一个相，所以呢，色声香味触，对不对？叫做六尘。啊，所以今日咱所有离经典的物件，所有的物件，凡所有相，拢是缘起的物件。所以咱只要你这缘文义缘起的物件，咱才转袂来。啊，咱才转袂来。啊，所以伊叫你爱化相为理，这化相为理，你不要想嘛，你不能一文义嘛，因为你是毋捌接触这个物件，互你呐关照嘛。先前呢，文字嘛，文字文义嘛，到家你得去文义嘛，对不对？你到家你得去文义啊，到家你得关照啊，我去手艺功德，对不对？义功德变得实相，我这个手变得哪？变表象的。哦，但是我这个手要经过遐，这段叫做关照嘛。这个手要到你义功德，这段叫做关照。你爱关照，就是我经典的这个，我这手来经典对我遮一定爱关照，爱离开经典关照，看你是啥咱办着。你袂使个拖我这个手要，一直咧想我这个手，想我这个手嘛。你想我这个手，我想嘛就我这个手尔。哦，安尼吼，咱有叫做文字，哦，文字，啊，哦，苦足，这个苦足嘛。
色身嘛，对不对？这回比较实心嘛，这回就是你要关照，你袂使个，你袂使具足圆满报身，因家爱清家，爱清净的嘛。哦，没有关照的力量，你永远执着在无趣。啊，不但你关照出来，你在那干嘛呢？实相，你是实相哈。哦，你让见到实相，你这个耽误起来了后，你就放心，你就是讲这个物件，那个腐蚀实这个就是四名腐蚀实，腐名实实的达到实相，真实的啊，腐蚀实心，那是什么名？伊为什么要腐蚀实心？它没有这个句子，它有个这个句子设身，伊它有句子设身。我都想讲啊，那个心行处昧嘛，言语道断，言语啊，言啊，言语啊，这言文语言语啊，言语得端啊，心行处昧，这个所在的变点，你心内咧想迄个物件，迄个问题，迄物件叫做哪？是啥啊？这个命的内底当中，唔是互你用文字会当讲，哪样言会当妙对物件，所以咱说足可会意，啊来呢？不可言传，不可言传啊！足可会意，所以这个道理就是安尼嘛。咱是硬咧甲讲这个物件，哦，你一定要知影，文字上而且讲的，拢文字观念，但是了进到实相内底当中，因为我咧讲的是你自己引导的。所以，我们好看哦。一旦你讲，有人言，如来有所说法。他说有人不管如来有说，啊，你来讲分，啊，讲分。我咧说听如来说法，我讲分。啊，我得讲，安叫讲12年啊，17年啊。哦，讲讲8年，或者讲12年啊，这话讲7年啊，讲19年，才无。讲到的时阵，迄个医到金啊，咩较紧啊，是一日太远，较无讲法。但是讲这个物件，因为你我认我如来，啊，总要讲这，因为我心回归了清净。如果我如来，啊，都咧讲我讲这一经，我如来心啊不清净，你看不起我，你看不起我，所以这经我讲的哦。但这经讲出是为众生的方面说咯，但是我不得这个心回归了清净，我无这物件。那呢，众生的变好，啊我就好啊。我感觉啊，这一定讲这物件。所以讲，咱众生的是哪？哦，参在咱咧感冒，啊感冒就我爱食药咧，啊已经感冒好啊，啊就要生病，啊就继续来食感冒药。哦，所以咱个地理，你想若作为咧，伊当条是两方面非常。伊讲伊讲读册，伊要读册，那你若做讲你要读伊要读册，但无读册当日我当讲着就无若做讲这名可以，啊那一句讲诸分妙理为分。哦，所以毋咱一句讲识法道啊，识法命，识法道识愈强的人，自是愈厉害，是这个道理吼。啊，所以今日而且当中，哦，一个来了吼，什么人？都一个了，什么人有要烹调？数量蛮好啦，因为头前无咱后壁迄你我叫后壁，我头前就叫后壁吼，来叫你。哦，变好年龄来，咱推荐你。没关系啊。